身体不舒服吗？他说让你来你就赶紧来。那这话夏夏说的。朱组长，等一下，不能上网去。附近养老院。总监。 榴莲，给我滚下来！单人表演？我没说我单人表演啊。这次文艺汇演，我们邀请了养老院所有住户的家属参与演出，不然人家会觉得老人被家人抛弃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了。可能还不只是你答应演这么简单了。我们为这次汇演设置了1、2、3等奖，第1名是个奖杯。你外公问我们这奖杯能不能内定给他。 这让我们很难办啊！这2天老爷子都不怎么吃饭，说这奖杯他志在必得。所以我不仅要参加表演，还要拿冠军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，还有。行了，您别说了，这种要求我太习惯了。我说的是费用的事。刘老啊是长期客户了，养老院这个月做活动，只要一次性趸交明年费用的，可以享受8折优惠，您只需交9万6就行了。9万6，只需。 这样吧，你回去跟你母亲说一下，她知道我们之前的收费标准，这个优惠只对老住户的。喏，刘敏芝同志，你来了啊？嗯。老爷，哎，我。 刘连连呐，你瞧我这记性啊！又反了。啊，对了，院长跟你说了吧？我整理了几首，到时候你来个诗朗诵，啊？什么年代了还朗诵吗？你说什么年代？你姥爷选诗的水平那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笑什么呀？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立场，以什么样的感情来朗诵，知道吗？啊。双子座渣男啊，就是花心，管不住。总监。 总监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你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捷足先登。我感觉后面有人跟踪我。我是你领导，难道就不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吗？我这不是泡好咖啡，在这等您了吗？你不是在家安胎吗？哎，有什么事儿能比工作重要呢？是不是听到什么风？我们公司要裁员呢？没有，只要你们亲自说，那都是谣传。 说吧，到底想干嘛？缺钱，底薪已经养活不起我跟孩子了。你是想敲诈吗？我可1分钱都没少给你发。误会了，我想接活，我想为公司创造效益，为自己创造福利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我下午去 MD 文创公司谈合作，要是能接下来，交给你做。那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？ 那你还不赶紧给我滚过去！滚了，这就滚，这就滚，滚了，滚了，滚了。你好，请问Mandy小姐在吗？请问您是刘小姐吗？我们经理还没有到，您先这边休息一下。哎，不便宜呀。 巧了，来我办公室吧。